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主播向日葵，我是小主播蚊子，我是小主播臭梅。小欧事件部播了这么多集，这个礼拜我单刀直入，请教一下两位小主播，我们这礼拜要讨论什么主题？我们这礼拜要讨论的主题是爸妈和我们说的话。哎呦，你们这个年纪不都是朋友，不都是同学？爸妈一天跟你讲的话不到3句，有这么重要，值得拿出来讨论吗？因为朋友之间说的都是八卦。那爸妈说些什么？爸妈就是讲，生活上事情，还有我自己心里想要跟爸妈说的话。那爸妈有这么重要到可以当你的心灵导师，帮你分忧解劳吗？我觉得有。其实了解是主播讲的冇咁错哦，因为个人嘅儿童福利联盟也针对绕嘅最创条讲嘅话做一只详细调查，强下来看2礼拜嘅社会太议题。小朋友请接听到爸爸妈妈讲嘅话係乜解呢？何況你維護唔到誒？哪叫嘅考試？今日嘢啲好教養誒，考試考幾多分？先生用嘅講。唔好再過看電視誒，功課寫得慢。世界條會搶出來，86張應該比較。今日嘢有歡喜麼？小朋友知道爸爸媽媽同鄉下時間有哪麼？我哋鄉下家下會做乜嘅呢？其實啦，就兒童福利聯盟先前嘅調查發現，竟然有44.4%嘅小朋友講，爸爸媽媽都固定做事，冇時間同佢哋鄉下。還有話，天下雜誌曾做過調查，未發現親子鄉下講嘅單都係好教嘅成分同控音。唔過小朋友只想同爸爸媽媽講嘅係自己心情，韓國會按到乜嘅想法？想看啊，唔同爸爸媽媽鄉下有遇到乜嘅問題麼？唔知道昨天用嘅姐姐也有問題呢？針對繞嘅講嘅話，社會時期部也去到台北市民富貴校調查了55個小朋友，問佢哋最唔好聽繞嘅講嘅話係乜嘅？那我們調查了55個小朋友，來，你們告訴我，最多小朋友不喜歡爸媽說的話是哪一類的？就是不要玩電動，不要一直拿着手機、3C 產品玩電動。這也呼應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手機的話題。那有高達32%，就是55個裡面有18個小朋友說，他最不喜歡聽到爸媽叫我不要再玩手機了。那排名第2的是什麼？趕快去睡覺。聽說你有切身之痛啊，你一天要聽幾次這句話？2、3次。你可以模仿一下。打開門就說幾點了，還不趕快去睡覺？知道我工作很累，我回來還要管你們。這是誰說的話？爸媽都會說。爸媽都會說的話哈。那臭梅，你平常不喜歡爸媽說的話有什麼？就一直催促我洗澡洗快一點啊。洗澡？對啊。你洗澡，爸媽怎麼催你？因為現在我們水有點不夠用，我相信爸媽的這個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你可以模仿一下你爸媽催你洗澡。爸就是說你最好在10分鐘以內把我給洗完，不要浪費水。除了臭妹的楊貴妃症哈，因為她臭妹嘛，那洗久一點也體諒一下嘛，她把身體洗香一點。蚊子呢？你都怎麼樣回應爸媽這些聽了你覺得不喜歡不舒服的話？你要怎麼樣回答他們？好啦，我每天都一定要做一樣這樣的事情，就幾分鐘就好了。一直溫柔。那你最常就是念女兒什麼呢？我一天至少要講3到5次，穿鞋，記得穿鞋。那你女兒用什麼樣的口氣回答你啊？
他不会有怨言，他就是赶快去存鞋，赶快去找鞋子在哪里。那他比较不耐烦，可能一天讲到第3次、第4次的时候，他讲说我找不到我的鞋子，他就开始就编一些其实可能实际上不是事实的话。除了2位跟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的这个调查团队也去访问了其他不同的小朋友。那这些小朋友给大家表态了，有一些话他们不喜欢从父母口中听到，那有一些他们是喜欢父母对他们说的。究竟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 VCR。你有發現冇？有客人真見當無限呢，爸爸媽媽無限定存錢，也都無限定圖書，手機平板又見來見好搞，大家要行家下就見看熒幕。一年同日外講話時間有幾多呢？也都要為同日都講乜嘅呢？一道話對對幾日都要代表乜嘅意思呢？今日社會事件簿我哋睇一道講，也愛對眼講嘅話都講嘅哪道？有哪道係唔好聽嘅，又有哪道係唔想嘅聽到嘅呢？先來談看啊，同學好聽爸爸媽媽講哪道話？我最喜歡爸爸對我說：“你要吃炒飯嗎？”我說：“好。”家人跟我說我真聰明，因為我每次考100分，然後他們就會給我很多錢。媽媽問我你要去哪裡，可是如果哥哥沒寫完功課，我就不能出去玩，所以爸爸跟媽媽很少問我要去哪裡。今天上什麼課？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我喜歡回答他我在學校做什麼事情。每次我們幫他倒垃圾的時候，媽媽都會說我愛。我等一下帶你去買衣服好不好？我就一定會說好。明天可以帶我出去玩，那時候我眼睛就會布靈一亮，然後就睡覺的時候就躺在床上翻來翻去，就覺得哇，明天媽媽帶我出去玩，我好興奮，好開心哦。我最喜歡阿嬤對我講你好棒。我只有畫阿嬤，沒有畫爸爸媽媽的原因是因為，爸爸媽媽他們應該就都忙着上班，然後我有看相簿裡面，也只有我跟阿嬤的合照也比較多，小時候的。再過來談看啊，有啲同學唔好聽到爸爸媽媽講哪條話。下輩採訪兩位麻煩就談上冇經驗了。我最不喜歡爸爸對我說不要玩電動，因為我沒有兄弟姐妹，所以一回家都很無聊，都會想要玩電動。我最不喜歡媽媽叫我去吃我不喜歡的東西，因為爸爸平常都是煮哥哥喜歡吃的，我覺得那些食物都很難吃。爸爸每次喝完酒回家的時候，都很生氣的說：“你不要再看電視了，趕快去睡覺。”我看到爸爸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很惡心，因為我只要看到別人在吐，我自己都會覺得想吐。這個是一隻怪物，它是我媽媽。是我做錯事的時候，她會跟我說去念第4過。我最不喜歡爸爸對我說：“走開，我在做事。”那時候他在折蓮花，我就一直去吵他，然後他就說：“走開啊，我在做事。”我最不喜歡家人對我講說：“為什麼你都考那麼爛？”家人每次都用別人的分數和我的比較，讓我覺得非常不開心。太嘎后，我今天要講的是爸媽最常念小孩什麼？有一個雜誌調查過，發現大家認為爸媽最常念小孩快一點。投票的人有大人也有小孩，這是大家公認的結果哦。日本也調查了，有96%的媽媽每天至少會對小孩講一次快一點。請問你的爸媽每天都會對你講一次快一點嗎？食下茶，我以後要腳腳真嚟喲。
大家都会看到吼，在 VCR 地图，你看了啲小朋友做两项调查去啫，回答绕嘅，冇事係阿公阿婆，記得講咧乜嘅，記得好老唔好嘅位，除了回答，也還記得畫圖，所以他們在畫圖的這個呈現上，有一個圖我印象很深刻，應該是他的阿嬷，在鼓勵他的時候，他把阿嬷畫了長翅膀。阿媽變成像天使一樣，所以那個圖也呈現了很強烈的情緒。我不知道剛才這麼多小朋友的回答，有沒有你們兩個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媽媽變成怪獸那個，然後就噴火。不喜歡媽媽的話，不喜歡到覺得媽媽變得像有沒有恐龍一樣？你記不記得那個媽媽講什麼？有，她叫她去面壁思過。嗯哼，然後就很可憐，就一直哭一直哭。他說，他媽媽說他考試考太爛了啦，然後他的他畫裡面是那個他跪下來，然後趴在地板上，我覺得有點，好像還有流眼淚，地上有一灘水，對不對？覺得那個小女生的自尊心受傷了吧？就是他媽媽說得很狠啊，就像針穿進心臟，就刺進她的心臟以後，很痛。你能不能試着想一下，父母跟你這麼親的人，為什麼會對你說出這樣的話？應該是一氣之下吧，就是他那時候他的情緒非常的很想要發火了，然後他就突然講出這句話，但是他是無意間的時候傷害你，可能不是認真的，對吧？他可能是不小心的說出這種話。那你能不能分辨，有些時候可能是父母的情緒上有一點控制不住了，那有些時候是真的要刻意要罵你，要認真的希望你改過？應該可以。語氣不一樣，對啊，如果是不小心的話，那可能罵一下你，然後他可能後來會覺得自己好像講得太重了，然後就會就是可能原諒你，或者是跟你講一下，他剛剛是不小心講出來的。嗯哼。然後如果是他真的認真的話，可能就是你每天做那件事的時候，他就會一直說這件事。那我們問了這麼多的小朋友，其中啊，我們也挑了一對這個父女。他們之間是怎麼互動的？因為這個小朋友剛才也表達了，他有一些話是不希望他爸爸對他講的。那他爸爸聽到了他表達他不喜歡聽這些話之後，又是怎麼反應的？我們一起來看廖禮拜的小孩問案台。平方省嘅歌會太上險，行開啦！愛無限嘅惡魔爸爸，天天就出來面對嘅。動發跳揾二層，同佢咩唔清楚情形嘅爸爸。平常時很用嘅窮海呢，這叫做一身懶。我很有畫畫天分吧？有這樣子嗎？有。我有手叉腰啊。有。佢平常時同爸爸窮下情緒很用嘅呢。相處的狀況，如果是在爸爸的公司的話，就是我玩我的手機，他玩他的手機，然後邊折蓮花就這樣。比如說爸爸很忙，然後我就會去亂他、擾他，然後那時候他就會凶的口氣講，就是我在煩他耶。還好啊，也不會說很凶啊。會。會嗎？會。可是我不覺得啊。這叫爆料。難過，為什麼要趕我走？我只是想跟你玩而已呀。面對二層嘅怪言，爸爸有乜解要解釋的呢？因為爸爸在忙啊，對，有時候有很多客人啊，你就在旁邊吵這樣子，就是像他所說的很煩啊。他明知道我已經在忙，他還過來吵我，一直講不停。說實在，他有時候是過來撒嬌啦，我知道他很會撒嬌，對啊，就過來這樣抱着我這樣子撒嬌這樣子，可是就是。說實在說，有時候真的很忙的時候，他這樣在旁邊這樣打亂，真的會有時候影響到客人，是不是？第二層希望爸爸用嘅邏輯講法呢，就是好的口氣，就是說，那爸爸在忙，那你先不要吵，你先去玩你的東西，那我就會接受。就是等爸爸忙完的時候，哎，爸爸再陪你玩這樣，啊，你先到旁邊自己玩。OK，Are you sure？ 你真的會陪我嗎？如果有空時間可以陪我玩一些我想要玩的小遊戲，像大富啊，我比較喜歡玩大富，或者大老二撲克牌之類，在安親班都會這樣跟你玩。那你要把你手機放下來，你應該很難做到吧？看到呀，應開始知道爸爸咩意採購呢？有本人鬥腳，有本人笑，
真正的恶魔应该是二层啦。嘉欣个条度希望爸爸同伊讲嘛嘅话呢？我比较希望你跟我讲我小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事情。还在妈妈肚子里的事情？好记，太好。出生前的事情唔记得，出生过后的事情，爸爸完全都记得咯。他跟老二就隔了很久，隔好几年才生的。本来是有点不想生下来，因为前面已经有2个，压力也比较大。后来考虑之后还是生下来，因为是我比较喜欢女孩子，真的我比较喜欢。那时候是上晚班的啊，早上就是回来睡觉的，啊早上都是我陪他的，啊所以就是看他在那边跳舞，在那边吵我这样子。有吗？在床头啦，床上在那边跳舞这样。那时候真的很可爱，啊看了真的很开心。还不赖，蛮感动的。我刚才看到这个爸爸跟女儿的这个互动，我觉得那个爸爸很真诚，很腼腆。他听到女儿在他面前又泼他冷水啦，然后又讲他这个不是啊。可是爸爸的反应让我有一点被感动到。我觉得他爸爸很爱他，很爱他。对啊，就不管他，虽然他闹他脾气很不好，但是他还是没有就是不理他。就是那个画面蛮温馨的，画面是很温馨的哈。纵使前一个画面是小朋友表达对爸爸的不满，可是对，但我只觉得那是一小部分而已。他其实有这样会觉得他很爱他爸爸，虽然他把爸爸画的长角的怪兽，然后爸爸也还很爱他。那你平常有没有特别想要跟父母说的话？有啊，就是有时候心里真正想要说的话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哦好，就这样。反应一下，然后也没做太大的改变。就是我一直在学小提琴，然后可是我觉得最近因为还要写功课，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小提琴，我觉得学得很累很辛苦，想跟爸爸妈妈讲。曾经是讲过，可是他们是没有什么反应，就只有好就这样。那臭美宝宝、臭美妈妈，回去可能那个小提琴那个老师的电话先打一下了，不好意思啦。来，那蚊子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爸爸对我的态度有点不好，就是我要请他处理事情的话，他就会说走开走开，我现在在忙，走开，就会你会痛，然后你心里也会痛。但你会像你的例子跟蚊子的例子，你会因此觉得爸爸或妈妈是不爱你的吗？曾经有过，小时候，他会想要赚多一点钱来养我们，但是我也是真的，但是他用错方法，我觉得，所以应该要让你感受到更多的关怀跟更多的爱。对，小时候跟爸妈比较亲近，还是现在跟爸妈比较亲近，那种距离有没有变化？因为小时候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觉得就是很自然的就会靠近父母啊。那现在有什么使你跟父母疏离吗？很多啊，内心的话有些就是讲不出来啊。像以前你对父母说不出来，你现在讲得出来吗？可不可以讲一个例子，是你在父母就是跟他说我爱你啊？因为小时候臭美爸爸妈妈。臭美说：“我爱你哦。”没有，或者写信给他，就只有那个文字上。因为小时候妈妈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然后很自然就说出来。可是现在长大就是没事。原本想说妈妈我没事就走了。对爸爸妈妈的爱讲唔得出来，系讲做野爱嘅人，我用一句话来讲出对生人的热爱，家的会讲乜解呢？孩子，你所有的一切点点滴滴，我们都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你们是上天给我们最棒、最甜蜜的礼物。家是我们的，我们一起努力。你们的陪伴对我而言是全世界最棒的母亲节礼物。希望你们健康快乐长大，爸爸妈妈爱你们哦。谢谢你来当妈妈的儿子，希望你一生平安顺利。
就是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在明湖国小做了这个55个小朋友的调查，请他们写下父母说过他们最不喜欢的话，里面有一些话是我身为一个父亲我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对小孩说出这么重的内容哈。来，我指你选的，你觉得最伤害最大的是哪一个？他怎么写？我考不好，爸爸和妈妈会叫我白痴，直接骂他是白痴哈。那聪明你选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张他说。妈妈说你很奇怪，都比别人的小孩不同，你比较没用。没用2个字加了一个惊叹号，是被放大的哈。其实这2个都是很强烈的情绪性字眼哈。假设你今天是那个听到这句话的小孩，你们帮我们打个分数哈。从0到10，0是其实你知道父母只是随便说你不会受伤，但10分代表是你非常的受伤，非常的难过。针对你选的那一句话哦，包括说没用，以及你选的骂他白痴，你会打几分？来麻烦你们。因为我哋咪想講，罵成語咧係做得理解，不過咁有必要罵到呢一種衝突。你看一下係咩成語談到呢一種嘅會起到有挫傷嘅感覺。來，請秀出你們的分數。你可以講講，假設你父母對你說這樣的話，你的感受。我會當場的就流下眼淚，然後衝進房間裡面，然後可能就不想跟他們講話吧。為什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罵自己的小孩比較沒用？會罵自己的小孩？我覺得應該是很在意分數吧。在意分數的父母覺得他小孩怎麼考這種分數都比別人笨，然後就會說你很沒用。那蚊子呢？你打8分是有什麼人罵過你白痴？同學。那我可以問一個白痴的問題嗎？為什麼同學罵白痴沒有關係，父母罵白痴就會很受傷？因為我們知道同學是像兄弟或姐妹那樣，但是父母罵白痴的話，你覺得真的很傷人，而且他那個語氣是很尖銳的，刺進去你的心坎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我相信尤其是各位同學後，你可能有一些場合你無法理解為什麼爸爸媽媽會對你講出這樣的話。你有這樣的疑慮的時候，我們很歡迎你打熒幕上這個電話，這是這個兒童福利聯盟的艾爾維亞專線。那打去都會有很多熱心的這些社工姐姐哥哥們會回答你的問題，或許你的疑慮也可以借此來釐清。以上係2禮拜節目內容，因為2集按照爸爸媽媽講嘅話，原來都您歡喜，你吃到糖都唔好糖嘅。所以今天回去之後，我第一件事情，我一下班到家裡，我就會問我女兒，爸爸有沒有對你說過什麼話是你很不喜歡的？那兩係我會做嘅，天線面前嘅觀眾各位同學，還有廿位你哋嚟。以上係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週禮拜6同樣係7點半，準時收看。4位思天寶。拜拜！記得下禮拜還有繼續來看哦。要收看喲。大家禮拜6暗部都有7點半，叮咚電台節目內容。這邊有個銀筒，其實它是取水車。但是它今天的功用不是來滅火的。對，它來取水的。限水的時候，我洗澡就是不會停水，就是如果在做水龍頭就一直開着。但是之後聽到限水，就有時候不用的時候就盡量關掉，然後提醒自己不要用太多。